Open House 開始啦，無論晴天雨天，呢一個單位都值得你過嚟睇睇。呢度係 River District 嘅 Avalon 3，地址係701-3538 Sawmill Crescent， 607尺嘅一房一廁加書房，包車位 locker 同埋200尺嘅 private storage room。秋天嚟啦 ，River District 嘅生活真係好舒服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呢一個 Avalon 3，呢個單位呢係 Unit 701-3538 Sawmill Crescent， 真係夠晒光猛又實用㗎，有空間煮飯、做嘢、放鬆，樣樣齊。陽光、設計、實用空間，冇得彈。呢個單位一房一廁加書房，工作招待、休閒都啱用。總共有607尺，2022年新樓，開價呢就625000，性價比極高㗎。仲包一個車位同一個儲物櫃，方便又實用。River District 呢一個社區呢，就係有商店、公園、河畔，生活配套一應俱全。重點係有一個200平方尺嘅私人儲物室，成個都係你㗎。屋苑嘅配套齊全，有健身室、游泳池。心動不如行動 ，Let's get it sold！ 今個禮拜6日10月11號至12號下晝2點至4點嚟睇樓啦。尋覓理想家，揾樓揾家家，Find your dream home, build your future。